对2021年起始，政府总共编列5434亿元，为伫全台湾来治水，是讲做太水整件由政策到位下。1991年，水利署提出河川口，这边来管理闽南海过后，也免试特为20亿元来治水。不过到今闽南地区还係要面对溺水嘅问题，面对极端气候也安大嘅变化。除咗要理解做安多工厂来治水，还係有限頭，運用嘅同水和平共存，咩係民眾和加政府提出愛實際面對嘅問題。10年前，2008年的7月，強土風災下外期帶來颱風泰伊，使得高雄民農要在半入水，水沉最少有150公分高，建議消防隊塔封鎖線。禁止兒童茶尾過去，唔過意識在就將道德的供養，還是談講用一盆太水曲斷，消防隊派出救生船救人。哦，明年把太水包個有皮迄個冇辦法唔點用嘅，哦，還政府出才冇年咯，法案多錢來罰只地方哦，馬冇辦法建設。5年前，2013年的8月，台南風災帶來連續性泰伊。有部民農海水鋪到太路，市政府加個派調查同沙巴標題博盆堵水，居民搶走的同路卡東西貼個規劃。對於做太水一件事情，民農人看起來係關係。差不多7點半開始上到路航，俺提早當初就開始搬東西，俺冇順時會去做東西。前幾年都有個太水。嘿，之前都韓國過，今年講過漲一些，韓國還是相同一水，冇降嘅關係，只是一些同時些個降。照水利署提供嘅資料，民農海體1989年，嘛就喺29年前，當時主管機關高雄縣政府開始重用一節的政治工商。唔過本人問嘅係，做乜嘅有政治，實不是傳出做太水嘅問題。一啲所在為做太水，唔係單槍一種原因。苗農村田野耗費觀察，民農平陽上節的上海排水，做嘅唔排水，同中政府排水，合潮到民農海過後，再個流到岐山海。唔過民農海下節的駁體做好過後，本但太水流過水路就被旱天體駁雨嘢，水流就會流向下片啦。無奈後期嘅太水，殺害民農海重用一節的狀藝。溫熱水嘅情節很夠厲害。頭擺其實有好多閘門法得都冇長度咯。但你一看到民農海嘅下游嚇，都人哋屬於個推塘梯啊，對啊，經過了農場係有數幾個農場嚇，其實都頭擺民農海嘅一種，人哋講都水會浸出來嘅一種所謂洪泛平原啊。好，昨天做保洪嚟就頭擺本水由規發做到流出去嘅所在嚟講，全部國家啲地方地帶，加水位都會升高嘅呀。增高嘅之後，唔嘅水要排出去，其實係都排唔出，都會仲上游飛流。民農海算係高屏海水內全長有28.5公里，現在係高雄縣個內企業排水。下後認真作民農水庫嘅議題，就改往一百中央幹嘅河壩，而家係水利署提起河川區來負責管理。為咗要改善民農中游地區嘅溺水問題，對1991年到今。水利署是為20億元的治水經費，已天提今年的11月19完成，民農海中央一節的政治工商。民農區的話，在82年以前是屬於縣管的區域牌嘛，那在84年以後哈，我們開始在做規劃，從本級從87年開始整治到目前哈，總共治理大概是8公里哈，所需的經費大概用掉大概7.2億，工程費用大概12.7億，合計大概20億左右。唔但搶睇民農，政府為咗愛來整治全台灣不太水嘅大問題，對2001年起始，把在編列600貼嘅預算，一直到2007年嘅前瞻水環境建設，17年來政府編列治水經費有5434億元咁多。今年8月23到8月28日，一場由熱推升大氣壓帶來嘅西南氣流。喺中南部之間是1200人嘅地區溺水、浸水。大家都明解，因為政府編列按太條嘅治水預算，還係無法度來改善溺水嘅情形咯。
面对暗无正常天时带来的灾难，咁就抢一种做工上的方式来改善。工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，但是它也是一个可以改善我们淹水的一个方法之一。那当然，大力的去仰赖这个工程的这个手段，可能无从去面对气候变迁的变化。我们能不能说，在重要的生活的地方尽量减少了淹水，然后其他的地方也许土地可以涵养水源，让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很快速的复原。那民众现在往往不了解，以至于一旦淹水就怪政府或是怪水利专业者，觉得你们不是说永不淹水吗？这个其实我觉得过去的政治人物需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，因为很多政治人物一旦争取到治水的经费，做了一些工程之后，这些政治人物就会说，我永久解决水患问题，水患问题解决了，永不淹水。甚至我们的前瞻计划里面也诉求不淹水，以至于民众觉得，既然政府都已经保证不淹水，那我为什么还是会淹水？人类用做工上的方式，無天初就表揚天公伯，所有嘅防太水同排水嘅設施累予嘅限制。特別大學杜基所副教授廖桂賢講，水利單位雖然要做工程嚟爭取，並唔係代表經過起嘅就唔入水嘅。應該係講，要做就唔會按針入水。喺極端氣候下，考慮停頓水源變通嘅環境設計，打造出唔驚不太水嘅遠線都市，係未來發展。道路怎麼重新設計，建築物怎麼重新設計，開放空間怎麼重新設計，甚至我們的公共設施，包括交通運輸系統，怎麼樣重新設計，讓這些建成環境可以比較是兩棲的，也就是它可以承受淹水，不怕水淹的，但是平常不下雨的時候，它也可以正常運作。我們要去設法去思考，怎麼樣把水這個元素融入到我們建成環境的設計裡面。農地有一些微滯洪的一些的這樣子的一個功能，那我們也發現到現在在都市的開發過程中間，那現在它已經也把因為這個的開發之後，那些土地呢，就慢慢的就會變成其他的可能工廠使用相關的排水計劃的審查，還有排水功能的一些污水儲留設施的部分呢，我想我們會在這個部分也會來做一個把關。確實有讓民眾係建議同河壩來搶起，假使每擺互相愛意思做工程嘅方式，來做到唔會不太水嘅目的。一條以上對台灣來講，天作係一條無底嘅沉坑。長期落實來做治理水患觀察的交通大學土木系副教授3星期建議，他家概念來改變，從治理不太水專做係水災風險嘅角度來看，政府做得同樣本愛用來做工程嘅預算，拿來補助民眾投保防災太水險，用經濟方式來降低因為水災所產生嘅損失。針對洪水發生、水災發生的動產的損失，可以去做保險。那保險的經費其實並不算太高，而且保險是一個我們可以去減少洪災損失的一個方式。我們過去政府比較強調硬體的工程，但是硬體的工程要花幾百億、幾千億去做的話，我們現在在想，假如把這些工程的經費拿來放在補助人民呢，去購買洪災保險上面，也許更來的經濟有效。我們只是把這些錢拿來放在保險上，因為這個部分會有保險公司跟政府，其實是跟政府一起來承擔淹水的風險。就中央氣象局嘅資料，台灣是認證西南氣流喺短短1點鐘內，累積的雨量超過189毫米度，甚至6點鐘內錄有1000毫米以上嘅超大雨量，比823幾年美濃地區24點鐘內嘅累積雨量559毫米度加低下批。極端氣候對人類影響開始嘅慢會停，民眾開始清楚了解，工程由於無法達到效果，政府嘛冇可能全部限制同千度嘅前接落去，打造一座唔會入水嘅都市。安陽嘅唔驚而會入水，喺由浸水嚟講嘅話，慢會真鐵橋，可會睇數載以後清潔恢復日常嘅生活。一條路係大家過不長，而來面對嘅重要課題。